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杏林閣睇一個一房單位，面積係258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6-7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。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杏林閣係位於順寧道253號，係1981年入伙嘅。轉左手邊可以去到保安道市政大樓，右手邊可以去到長沙灣站。樓高8尺，1尺乘1尺嘅灰綠色磚地。有大部分嘅家私啦，個客廳嗰度。個廳咧就好方正嘅，多出嚟咧呢一部分咧就擺鞋櫃啦，即係門口位呢個位置咧擺咗個細鞋櫃，同埋擺埋個衣櫃。其餘部分咧就成一個長方形啦，長方形。睇電視嘅距離咧係最靚啊，好遠。如果有需要咧，其實可以擺埋張3座位梳化。嘗試喺呢一度咧，睇埋嗰個景觀先。呢個位咧可以晾衫啦，不過而家都好少人晾喺外邊啊，麻煩。望翻咧去對面內街，好寧靜嘅。呢個距離，你而家真係坐喺度啊，嗰個距離好遠啊，即係有10尺以上啊，呢個距離。啲家私都幾新淨啊，配翻啲米白色嘅家私啊，啲奶油風格啊。呢個咧就風扇燈嚟嘅。個雪櫃咧就幾巨型啊，擺廳。房間咧就而家要咁樣呢個範圍咧就可以擺到4尺乘6尺2嘅床啦嚇。包埋條柱位嘅啦已經。如果有需要擺衣櫃嘅話咧，就只能夠擺呢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用翻客廳嗰個衣櫃啦。都算方正嘅嗰個房間。牆身咧油咗一個湖水藍幾舒服啊。同客廳個方向一樣。呢個原生嗰個洗手間嘅門咧，就改咗咧喺廚房度兜入去。呢幅牆咧就可以擺翻個雪櫃啦。廚房咧好深啊，單頭電磁爐。廚房個位係細少少。如果有需要咧，其實呢一個位咧可以擺多張台咧做備餐區。一個煤氣嘅熱水爐。好，洗手間咧就用呢個巴士門啦，簡單啲啦。上揭式嘅洗衣機咧擺呢個位啦，有埋呢個來去水嘅位。乾濕分離。個窗幾大隻啊！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。